咱台湾酒驾化甲高龄化的问题真严重，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日早起就邀请国发会也有卫福部等相关部会，针对这个状况进行专案报告。不过，调野立委就不满这国发会对策报告，对民众来讲看了就无啥路用，建议是参考新加坡的奖励生育做法，才会当增加生囝意愿。咱的少子化问题严重，根据美国中情局 CIA 今年5月公布全球生育率预测，台湾伫227个国家地区当中，生育率全球上低。毋若安尼，国发会有估，咱总人口为2024年2300多万人，到2070年减少到只剩1400多万。有立委不满国发会少子化对策报告，干了143字，根本是清清彩彩的交代。你们到目前只写了143个字，感觉就像是 Chat GPT 写出来的，就直接跟 Chat GPT 写说整理出国际上各种解决少子化的方案，就想交差了事。过去16年，2任总统都提出这是国安问题，我们不可能在2个月内或是1个月内，我们就可以马上解决。另外，有立委批评国发会提出的少子化政策，民众拢无感觉，地数状况愈来愈严重。建议参考新加坡奖励生育囡仔做法，比如让妈妈有薪水产假10个礼拜、生育所得税减免等等，增加诱因，这样让少年翁某愿意生养囡仔。你的第一胎要减少母亲的总收入的15%，第二胎你要减少她的总收入，减免她的免税额哦。总收入20%，第3胎以后减免它25%，甚至可以到60%。委员的建议我会直接找院长报告。国发会指出，面对咱人口转型，会加强推动劳动、移民、产业甲教育等政策来进行，佮参考国际相关做法，滚动检讨优化相关策略，也强调会将调野立委的意见报告行政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